可以我哋 top 位啦，就每晚 top 位啊，即係我最緊張嘅時候 ，Fanny 啊 top 位我都好最緊張嘅時候，所以每晚都希望可以一晚比一晚好啦，講得好啦。其實咧，我呢半年，都講埋先啊。呢半年，好多謝。呢半年你搞到唔記得講咩嘢？呢半年啊，我自己研究咗好多關於宗教嘅嘢啦，關於一啲哲學嘅嘢啦，關於一啲心靈方面嘅嘢啦，係因為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可能每一個人看似大家都好健康，可以好如常咁樣去工作，但係我都知道其實每一個人心入邊，你哋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個一啲好唔好嘅一啲時候。咁其實真係除咗身體之外，都希望大家嘅心理都可以越嚟越好，係啊，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嘅心理，先至會有一個好嘅身體；我哋有一個好嘅身體，先至可以繼續行更加遠嘅路。所以希望在場嘅每一位喺呢個演唱會嘅你哋，喺今晚可以稍為回到少少你哋。我自己都呢半年都經歷過好多自己一個人喊嘅時候啊，可能係一啲好無助嘅一啲時候，但係我好感恩嗰個時候，我嘅靈魂選擇咗一條路，係可以令到自己變得越嚟越好，而我而家都繼續堅持緊，所以我都好感恩當初嘅，所以大家喺度少少明白。自己好多嘅嘢去平衡去調整，我相信唔係，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better man。